手啊。好了，好啦，我讲真诶啦，恁要做选民无要紧啦。啊，像迄个黄英兰呐，你来看直播就看直播，这么开心，你阿妈办后事了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来看直播，干你娘鸡巴较有素质的啊！哦，要看你就看，袂爽看你就等下互干，你知无？来啊，过来，咱搁讲头拄迄个重点嘛，马蜀先生嘛，吼，对无？咱去扣麻吉嘛。我昨天哦，各位朋友跟你们讲一下，我昨天去那个台南永康啊，永康侦查队去做笔录啦。哎呀，咱这个麻吉吼，搞告什么妨碍名誉啦？请问一下吼，我昨天有问过我们家的律师啊，哎呀，我陈述的事情是真实事件，裸照你也确实拍了，我不能声张吗？对不对？无啦，吕松汉讲伊有甲咱私讯啊，那有甲咱封锁哦。你的讯息传袂出去，那有可能？吕松汉先生，无法度甲你回呢，啊无你私讯胡凯斌好不好？啊无你伫线顶直接发问就好啊，无要紧啦。嘿啊，吕松汉先生，你直接上来发问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上来发问啊，好不好？来啦，啊进来的，我说真的啦，来先分享一下，我们把这个事情哦闹大一点啦。我本来是想说，本来是马蜀先生，我相信你有在看直播啦，嘿啊，我相信你是有在看啦。啊，昨原本是讲哦，我伫检察局的时阵是足想袂开的，你知无？哦，原本是足想要，这苹果日报怎啊就甲伊抛出去啊，你知无？足想要互你上家媒体的，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就是，哎呀，想说用网络跟你玩一下啦，我们慢慢来把这件事情延烧哦，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玩。哎呀，有卖茶叶吗？有啊，我们有在卖茶叶，我们什么都卖啦，好不好？都有卖啦。哦有啊，我都交回啊，你敢我都回？哎，来，什么东西？嘘，那个吕松汉，你回他一下啦。来，马蜀事件哦，我不要说经过事情的经过。你们如果有想要看那个马蜀事件的话，我可以跟你们讲，网络上 Google 就查得到了。来，我就会用个 link 款，这边就有 link 款。来，各位朋友注意看，你们只要在 YouTube 哈，来 YouTube， 来等一下，我搜寻一下。来，这 YouTube 哦，胡凯斌啥你甲拍落，哦，拍落开始你开始找有无？这一个啦，麻薯吧，应该是这一篇啦，1个月前吧。关于天风吗？这件事情，天风。不是这一篇，不是这一篇，不是这一篇。我看一下哈，那这影片啊。反正你们早就有了啦，麻薯的啦，哎呀，早就有了啦。几万那这影片，我怕麻薯看卖。这期的哦，就他啦，就是他啦。来，你们可以去 YouTube 找这一篇啦，这一篇啦。好吧，哦，咱来开这个小小的副本，就是这个啦。来。很多人哦，还是不好意思，没说你把荧幕关掉而已。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啦。哎呀，这个麻薯哦，我现在讲麻薯没有。梁凯，你敢有咧无用？咱讲麻薯2字应该无指名道姓吧？咱全台湾有这侪人叫麻薯的吧？这应该无啥代志吧？你搁给我搞啊？哦，我就是在讲你啊，台南的麻薯，台南妹，台南的麻薯就是你啦。这口人哦，笨手来，我上次吃还保留一手，各位朋友，你们想不想要看一下合约内容？想看的打想看2个字来洗版。
有想要看合约内容吗？有想要看的先洗版2个字啊，录起来。合约内容，我昨天有传给这个司法单位啦，嘿啊，人咧调查呀，我有传过啊啦，嘛是互恁了解一下啦，合约内容啦。我随便给你们看一点哦，来，有人想看无？500几人哦，来洗版想看2个字啊！哎呀，咱迄个啥麻薯先生哦，哎呀，好玩呐、我们一直玩哦。我跟你说啊，到时候开庭你会很好笑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是诽谤你，是确有此事哦，确有这个事情，而且我有拿出实质的证据出来，好不好？我已经交给司法单位了，不要紧，哎呀，来，安尼欺负一个妹妹啦，互恁看一下。第14点啦，叫这个妹妹爱签约啊，来无条件协助甲方找到新女朋友哦，为了避免毫无作为，乙方需要在这期间与甲方挂名啦，有看到无？并保持单身，且协助义务，直到完成条件。这是什么合约啊？这是在讲啥小啊？来第14点，来各位朋友看一下。这写的公杀小啦，我打电话。啊，你去打电话。5块对吧？不要在这里打，过去隔壁打，隔壁。来。我不要。去隔壁打。不要。有人讲整天爆料当负面直播主好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西大利讲的意思，我听无啦，哎呀，但是咱讲真的哦，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公司啊，在我的员工身上啊，我觉得我应该说出来啊，哎呀，丢的丢，张警察你搞我做笔录，哦，来，昨天警察局跟我做笔录的时候，他说他对你的那个提告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跟警察局说，我觉得这样对就对，错就错。我不需要解释什么。我去到法官那边，我也是这样讲。过来啦，麻子，你这合约开出来闹开死，你知无？是风起吗？对啊，风起啊。蒋心如，你外看直播哦。蒋心如，我有你以前的相片，你有想要看无？妈妈。蒋心如，我拿那个蒋心如的照片给他看啦。我帮你曝光一下。蒋心如以前生安尼啊，我看卖。蒋心如，好，顺便让大家认识一下啦。哎呀，等我一下。啊。一个查某囡仔讲遮无素质，你有看啊？这个是蒋心如啦，有看到无？为啥你有人家的照片？他以前是我员工啊，很久以前是我员工啊。哎呀，蒋心如讲要看风起啊。哎呀，不然你跟他上镜好了。不要。啊，你跟他上镜好了，你吃什么？哦。给你看一下就好了。不快点的呵。好啦，那个，我继续讲那个麻薯事件啦。我的律师有跟我说，麻薯，我希望你有在看直播哦。我希望你现在有在看直播。靠北啊，恁爸在直播，你点点哦。那个麻薯哈，你应该是有在看直播啦。我跟你讲啦，我的律师有跟我说，我是伸张正确的事情，在法律上你告我不起诉没有关系吼，咱来行看卖但是会上赖长伟，伊是毋是有甲你告一条啥小啊？妨碍名誉嘛吼，迄个啥，那个麻薯先生我跟你说你还有诬告罪哦。各位线上的朋友，你们有19位人，
也是被那个麻薯提告，你们要小心，好不好？因为给你提告啦，哎呀，但是这种物件应该是告不成啊，对啊，因为他本身他就错了啦，好不好？我要吃饼干。不可以。我要吃饼干。那个啊，现在500人可以卖东西吗？我改使卖物件啊，无啊，无要卖物件啊，开玩笑的啦。哎呀，这档直播跟你们聊天而已。我觉得我很久没有开直播了，跟你们开上来聊天一下。我明天开始可能就会正式的来直播啦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来跟你们宣布一件事啊，你们有喜欢天风的刷+1，讨厌天风的刷+2，啊，不要有个人立场，好不好？喜欢天风的刷+1，不喜欢天风的刷+2，不要有仇恨立场来说，好不好？咱来一件一件讲，因为我想无办法啦，你知无？各位朋友，我要甲恁请教一个问题啊，趁现在是500人嘛，甲恁请教一下问题者，好不好？大家拢无介爱伊啊。凯滨台南盐水棉花糖失火了，那又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哎。你看天风就是这样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一直欺骗社会大众，所以导致一路的负评。但是我要跟恁讲哦，无钱通闲话，你知无？线顶朋友，你们觉得我要怎么做？无钱闲话。哎呀，没有人喜欢他呢，啊，我也没办法。我有叫人家去处理啦，可是说真的实在吼，伊最近应该是在看什么精神科啊？哎呀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他最近在看什么精神科啦？他就是没有钱可以还我嘛唔知要安怎，19.5万。恁敢有较好的想法啊？刷电的朋友，每一个人提供一下意见好不好？来，蒋心如呀，蒋心如呀，哦，蒋心如，你敢有想要上镜啊？我还有你别张相片的，佫愈歹的呢，袂吧？足歹的吼，查某囡仔较有素质的啦，哎呀。我来处理，交给我。他今天早上依然开播，当直播来抵债，没办法啊。那个龚小叶哦，迄字敢叫叶？大哥，小弟啊，感谢你啊！叫几个人去偷笑，但是我讲真的啊，大哥。咱若要叫人讨笑，咱嘛有人，迄是讲都无钱。其实人甲拍死就是无钱，你知无？天风现在直播还一直锁人，无解啦，迄伊个人的行为，你知无？扣他的货，看可以拿回多少？他没有货啊，问题是他没有货，叫他来包货上班，问题包货伤慢啦。你感觉天风是要用啥来堵潲啊？伊会当创，刷天朋友来，恁互我建议好不好？去你那当小帮手，来，有人讲叫伊来做小帮手啦。小帮手伊唔捌字啊，写字写袂出来。反应伤慢，主播咧卖顶一标啊，后一标的字还袂写好诶。来继续。找他家人，他没有家人啊，伊无处理的人啊，他只有集齐品。赵三昌放大声公在他家，伊无差啊，伊就是无钱啊。叫伊去送货，伊无驾照，伊敢若会晓骑乌多摆，重点乌多摆嘛无驾照。
连乌倒摆都无驾照，搁去开无照。啊！伊无法度做小帮手啦，但是这小嘛是开车出去送货都袂晓开车。我知影恁的想法拢袂歹，都袂晓开车啊。帮你吹一吹，减500啦。我无啥会好呢，嘿啊，嘿啊，我感觉我袂好呢。搬运工阮无啥货爱搬啊，来各位朋友，互恁看一下，来，阮所有的产品拢摆甲整整齐齐，都归类得很整齐。我是有什么商品可以让他搬，有无？无物件通互伊搬啦，阮的货全部拢足整齐啊啦，对无？是要搁搬啥？对。Hello， 姐姐。Hello。哎，你为啥要炸嘞？啊？不要，你赶快介绍你的货。啊，我没有在介绍货，我在打屁聊天而已啊，蒙开杠呀。哎呀，哎，你觉得天风欠我们的钱要怎么办？你看，伊做小帮手，伊唔捌你呀，包货包上万啦，做直播啦，做直播去用靠背啊，可以当创，可以干嘛？送货不会开车，他不会开车，不会开车，只会骑摩托车。重点摩托车又没驾照，他可以干嘛？我单 YouTube 啊，YouTube 他没有收益啊。无啦，只咱是 YouTube 无法度啦。嘛无法度啊。伊去你几摆用检举下架。伊去你就嘿啊，伊去你咱这网友都甲检举变下架啊，你知无？我不知道他能干嘛、问题他欠我们钱还是要还啊。我哪有吃你的糖果？哦，吃完了，好吃啊。哎呦，换一支啊，用安尼啊。行小六公会当打扫卫生啊，小六啦，哎、小六，天风好利用没有？去帮你偷小。哎、东兴娱乐叫雅宝把牙齿全部拿去什么抵债啊？再教他开直播，那个你们想要我再死一次吗？太寒酸矮婆，有人讲叫我搁开直播啦，你想要我搁死一届吗？啊？你想要我再死一次吗？不要吧。哎呀。包货袂好啦，包伤慢啦，包货袂好，做小帮手唔捌你啊，无解啊。哎、李艺人有进来看直播呢，啊，进来打招呼啊。哎、李艺人在不在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拿来啊，我用啊。看你朋友那里有什么工作让他做啦，1个月看要扣多少。你认识杨洋吗？认识啊，蛮熟的。做工啊，就是伊无法度开直播啊，伊开直播趁无钱啊，佮了钱啊。重点啦，开直播无趁着钱就煞啦，免安讲，佮去用靠背，但是欠钱嘛是爱用啊，对无？淑兰姐，你是都没有直播哟？有啦，我今日有直播啦，我等几工哦，拢无直播啦。当保姆伊袂晓顾囡仔啦，哎呀，我回脏话，你叫我直播 ，KO 是像啊 ，KO 是谁啊？查一下好不好？教我直播，你是谁？小六，我看天风叫你好不好？你看要叫伊创，你遐没有欠迄跑腿人员咧，专门咧买外送货。小六靠这种亏吧？哎呀，小六你不是常常就是要叫人家帮你买东西，互人赚迄外送费，莫有小弟啊赚，叫天风去赚啊，都有法度还我钱啊。安尼敢1.2个呢，小六，小六我敢会使哦 ，OK 啦。哎呀。这起的若创了
无啦，开玩笑的啦，哎呀，哦，袂使袂使，无电啊，你知无？那个架子给我，那个架子帮我拿一下。天风的力气应该很小，不适合去工地。我想者，以前哦，以前咧搬货，咱进前甲伊搬货，伊是有法度搬无？伊敢若无啥奶操哦。伊讲给小六不行哦，啊无少全科，互你好无？哈哈，哈，无啦，咱讲真诶啦，伊其实我当初吼借天风钱吼，一方面是帮伊行销啦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看有法度甲注意无安尼啦，结果嘛是无法度，但是咱即摆嘛是爱想一个办法啦，系啊。你是啥物？你什么咖啦？鸡掰啊！一个晚上来我这1个小时要抽500，他有脸帮我适合挡门口。你在讲啥？乌鸦风之什么？你在讲啥？我看无呢。你拍热等我看无。系啊，啊吕松安尼是啥物问题啊？爱电话讲哟。你敢有咧甲伊讲？嘿。无啦，你甲迄吕松安讲，我等下敲伊好无？会使无？宪东哥，来线上的朋友都说哦，凯宾你把天风抓出来，来抓出来，钱呢？还是要那个啊，还是要处理吧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给我阿嬷好了，叫她帮忙耕田，我阿嬷刚好靠北啊，卖了工程球啊，哎呀。天风不是有老婆有小孩，他们离婚了。我听说他们2个已经离婚了。哎呀，哦，你讲叫伊去顾场呀？他那阿斯巴拉脸很适合，可是他去顾场哦，伊拄着代志无法处理啊。哎呀，无啦，我良心甲你建议啊，毋是无好，那遇到事情没办法处理，变做是恁的负担，你知哦？我今天没有要卖东西啦，哎呀，对啊，来，你们有没有更好的建议？我是咧安尼感觉啊，伊安尼闪遐久啊吼，你们也知道啊，他闪很久了啦。我还是要叫他来彰化，看要怎么处理啊。叫沈大哥把他带下来啊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啊，我觉得看我周遭有没有什么人力派遣啦，还是什么工作啦，让他去工作。啊，赚的钱，假如说1个月赚3万，伊就还1万嘛，对不？啊，剩的2万留喺身躯嘛，豆豆啊还安尼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啦。啊，不然我的直播它没有适合。我直播的内容可以来做。天风倒了吗？应该是倒啊，我嘛唔知啊，因为恁讲伊有咧开直播，其实我拢无看到伊开直播呢。伊会知有开吗？嘿啊，顾场啊反应爱真好呢，你着搞，人也来抄的时阵几歹，伊还搁咧结落喏，迄无法度啦。坦白讲，迄无法度啊。一切都见面讲。你少群，你是不是跟小六有认识？4打4好不好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来 W 大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就问者来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你安尼甲我讲啊？来，晚上也有开，他最近很常开哦。你错了，你直接拿派遣拿天风的薪水比较好。哦，不是哦。倒了放过他吧，何必？W 大，你讲了足轻松的啊，啊无安尼啦，好不好 ？W 大哥，你敢要替伊处理一半，我就煞，好不好？10万就好啊，剩的我就煞。嘿啊，因为咱坦白讲啊，钱我开，你讲要叫我安尼煞，我无可能啊。
每一个人的观念不太同。哦啊，我这边我的观念就是欠钱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这是天公地道的。啊，我的感觉就是安尼，哦，每一个人做事风格不一样，不然你帮他还10万就好了，其他我都不计较了。你敢有法度？你若愿意，我嘛煞。因为钱不是恁开，所以恁拢感觉无要紧，你知无？我要说的是这样，因为今天钱如果是你们花的，我相信恁线顶的朋友甲我同款，你足干的，你知无？什么叫足干的？哎呀，对啦，有借有还啦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体谅我吼，可以就好，因为毕竟我说真的啦，花钱的是我啦，开钱的是我啊。当然钱毋是恁开，恁一句讲啊无开便煞，好无？毋是恁的钱，当然嘛煞。今日若是你的钱，拜托诶，人咧甲我弱小的时阵，毋是安尼呢，对无？对啊，他没有财产啦，伊嘛无房地产啦，啥物拢无，靠做嘛零啦。所以你讲要甲伊行考，迄个啥，法律是无可能的啦。毕竟你也曾经挺过他，对啊。烧他卡称我的钱也不会回来啊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是什么啊？就是爱搞怪。什么时候开的粉砖啊？这是什么时候开的粉砖？这我不知道呢。我看一下哦，1个小时前有开直播哦。我嘛差不多呢，我开多久啊？我们也开1个小时了吧？你要上镜吗？跟人家聊天一下，要不要？可以啦，哎呀，叫他考驾照来。你们说叫他考驾照再去外送，对不对？来考驾照，我是不是还要再负担那个成本？你的球场，我看，我就是还要再负担1万块、1.5万的那个成本嘛，港艺术啊，嘛是我先让啊，对不？你在干嘛啊？他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做什么都不能，没有错啦。你讲要叫伊考驾照，考驾照来钱啊，去驾训班爱钱无？爱，一定爱钱。来去驾训班这条钱，谁要先打？可能又搁我打。不到尾啊，我讲真的啦，那个搞到最后越欠越多啦，对不对？他都跟你前后开哦，哦，那他有在注意我呢？对啊，他要考得过呢。哎呦，歪大咧讲话有趣味哦。考机车驾照就好，不用1万啊。我都摆也当帮我送啥？我甲恁讲啊，像阮咧送货啦，水晶洞啊，一件遮大件安尼，迄拢爱开车，你知无？哎呀，他不是有一个粉专叫我是阿扁吗？我记得有一个我是阿扁啊。哎呀，对啊，他不认识字啊，那个笔试也不会过啦。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啊。哎呀，叫他去跑 APP 外送。熊猫哦，你在用我对不对？你干年你在用我特效对不对？我看很丑很丑天风不认识字啊，没啊，没啦。我想讲，各位朋友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啊，你们觉得 OK 打 OK 啦。我先跟你们讲好不好？我先叫他来彰化，叫沈大哥载他来彰化，我再来安排他要怎么去工作。看要去人力派遣公司上班也好，还是倒位也好，咱再来安排。你们觉得这样 OK 吗？我觉得是这样啊，不然事情也过了半年了吧，半年了吧，差不多半年啊嘛，是爱处理啊，对吧？问你朋友有没有适合他的工作？有啦，我朋友有啦，小六那边应该有适合啦。哎呀，想看女朋友啦，女朋友上来，啊，想要看女朋友刷加6啊，有的人刚进来，
你们是想要看女朋友刷加六了？我看留言数几个好不好？才600多个留言哦。安排他到外面工作，慢慢还钱。对他太好了吧，还帮他找工作，来，不然怎么处理？他在竹东那边没有人要请他呢。哎呀，没人要请他呢。哎，你上镜一下，快点。人每个人都在刷了呢。哎呀，没啦，很漂亮，很漂亮啊，快点，帮我直接照你哦。他没有家人呐，然后处女的人就好办啊。会叫伊去行烟墙啊？会使哦，无烟墙来行了熟无？哎呀，来看，哎呀，第一次录。啊，你也拍谁啊？有啊，给你们看没？哎呀，有人说那第一次凯宾让我们看女朋友，啊，想看就给你们看啊，对啊。去那个人力派遣公司，人力派遣公司会倒。因为我刚刚因咧讲话就靠背呢，你咧讲话比我较靠背，你知哦？哎呀，哎，这里看得到你呢，你知道吗？有啊，有没有？这样好不好？哦，好了，那个线上的朋友，大埔铁板烧那个黄塞班，你是在大埔铁板烧工作吗？你如果在大埔铁板烧工作，你要帮阮介绍工课 ，OK 啦，哎呀，他可以跟汤建明合作卖香肠，有人会买吗？对啊，我觉得他看能往哪个方面去发展啦。线上的朋友其实可以给我建议，你知不？哎呀，真的跟梁凯很像，很漂亮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梁凯很漂亮哦？梁凯你很漂亮嘞。啊，人讲你很漂亮呢，伊讲你跟他跟梁凯很像啊。我想要花200万变性。少群哥就靠北，知道？行烟枪等下算18刀啊，规台烟枪拢输去啊！天风有这衰吗？没有啦。你们都说哦叫天风，我都知道你们的梗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来，叫天风去行烟墙，去卖烟墙，啊去卖什么地瓜球？来，你相不相信？以他的酸民，摆摊不到1个礼拜，卫生局就来检举他了。对啊，你们很坏呢，哎，大家想要揽对吧？想要揽钱。伊也是适合做工，做玉兰花也使啦。哎呀，玉兰花那个吃屎哥都在卖玉兰花了，我觉得玉兰花应该可以，对啊，捡回收赚不到钱啦，比较慢啦，对啊，去哪里名声都臭掉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要去要这笔账啊！啊，线上的朋友其实可以给我建议啦，好不好？哎呀。我老婆在你旁边，我老婆怎么在你旁边？你说她要靠腰啊？听我的，稳赚不赔的，要珍惜包容哦。好，知道啊。哎呀，知道啊。洗大体尴尬。卖玉兰花啊，我觉得卖玉兰花可以。哎呀，那不用成本，成本比较低啊。我可以帮他跟吃屎哥牵个线，哦。廖国俊在讲的话哦，我觉得非常的认同，你知道吗？只要肯努力啊，不怕没钱，只是个人想法，我觉得这个我觉得非常认同，好不好？哎，做手工趁钱伤慢啊，伊要还我钱可能真难啊，足拼的啊。汽车美容帮人家洗车，啊无咱开一间汽车美容互伊去，好无？袂使吼，发广告纸哦，恁的想法那拢
哎呀，有没有比较适合他的？他一个人去发那个广告单，你想象一下，规工就去用录起来，连伊就做袂落啊！广告商的老板连伊就不爱互伊做啊啦。哎呀，你可以留你的直播吗？我等一下会删掉。干嘛留？便利商店总可以了吧？便利商店哦，伊敢若无爱做迄种工课。哎呀，也早撤销伊啊，反正就是安尼啊。到时阵再变看啦，再给您报告啦，好不好？兄弟朋友，我再跟你们报告啦，看要怎么做啦。可是账还是要看要怎么处理啦，对不对？来，觉得对打对。白开水就靠杯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直播到这里哦，我要关掉了。我明天应该会开直播来开场，好不好？开场啊，或卖东西啦，哎呀，应该是足久无开场啊，足久无卖物件啊。希望恁甲阮相听者，安尼。做保全哦。去夜店当牛郎，我觉得他不适合。哎呀，那个脸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先这样啊，拜拜。哎，喂，你看一下啊，你没有跟人家拜拜一下，拜拜。